捕風追影梁家輝先生。梁家輝先後15次入圍最佳男主角，憑住《捕風追影》一片，令佢第5次獲得呢項殊榮。Okay. Very good. 今年係香港電影金像獎44週年，亦都同時係我加入電影行業嘅第44個年頭，所以呢次嘅提名對我嚟講別具意義，無論攞唔攞到，都係我一個終身嘅榮耀。首先多謝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所有評委，無論係專業評委或者金像獎內部嘅評委，定係觀眾嘅票選，多謝你哋。當然，我要多謝《捕風追影》嘅導演、製作團隊，同埋已經獲獎嘅今晚獲獎嘅蘇杭動作導演，成龍嘅成家班，係你哋出眾嘅設計，所有成家班嘅武師們精彩嘅反應，先至可以增加我嗰個角色裏邊嘅狠嘅強度。多謝晒。當然成個捕風追影嘅台前幕後，包括我幾個樣子，其實另外一戲裏邊係有真係作為角色裏邊嘅傅龍生嘅感覺，所以亦都多謝你哋。我其中有一個我想多謝嘅人，因為大家頭先好多獲獎嘅人都多謝過，就係呢幾年跟住我經理人以玲仇小姐，佢捱咗我好多苦，佢捱咗我好多嘅怪責責罵，多謝你以玲。嗱，我覺得最應該多謝嘅係我嘅屋企人。我兩個女，我兩個女婿，我兩個孫，唔好打電話俾我而家。仲有我太太，佢哋都忍咗我，尤其是我太太，佢忍咗我44年。好多謝。Thank you。